好，首先我哋會望一望第一條因式分解題目 factorize 點樣做。咁首先你見得到頭兩嚿嘢啦，咁呢兩嚿嘢咧係冇得抽任何嘢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移項，變咗做 AB 加 AC 減 C square 減 B square。OK， 簡單啲即係將第二同第三調位，咁你就可以將個 A take out common factor 出嚟啦。然後咧後面嗰個就抽個 C 變咗 C 加 B。咁我哋知道 C 加 B 同埋 B 加 C 其實係一樣嘅，咁所以我哋直接抽埋出嚟，變咗 B 加 C， 再乘翻 A 減 C。咁因此啦，調一調位，對一對答案，答案就係 D 啦。接住第二條就係一條 index 嘅化簡，咁你望一望咯，你話兩個冇關係，咁記住啦，做 index 嘅時候，我哋會有兩種情況，第一種就係 base 係一樣，第二種情況係 index 係要一樣。咁而家我哋會發現到佢兩個 index 都係以 n， 咁所以我哋盡量都變翻做一樣嘅嘢，例如變咗做3嘅 2n power 同埋4嘅 2n power over 翻2嘅 2n power。OK， 接住啦，將個 2n 次抽出嚟。OK， 咁就會發現就變咗做3乘以4除以2，咁化簡答案咧就變咗6嘅 2n。OK， 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接住第三條係一條 chain subject 嘅題目。咁首先啦，呢條題目咧係攞 H 做 subject 嘅，咁所以我哋先將佢展開啦，爆開變咗做 4H 減 2HA 等於 A square 減 2HA。好啦，今次攞 H 做 subject， 咁所以咧我哋 highlight 咗佢先啦，可以。咁你就會發現其實將佢放曬左手面就可以嘅咯喎，咁就會變咗做 4H 等於 A square。咁所以話 H 最後咧就等於 A square over 4，所以答案咧就會 C 啦。咁接住第四條咧就係一條關於 quadratic inequality 嘅題目啦。咁今次同你講 equation root， 咁即係話表 delta 係會等於0㗎。咁所以我哋先將條 equation 放翻去左手面先，所有嘢即係變咗減1等於0，然後 b 2次減4 A C 會等於0，所以得出咧就 B square 減 4B 加4等於0，所以 factorize 答案咧 B 咧就會等於2啦，咁所以答案就會 A 啦。第五條就係一條分數代式嘅題目，咁我哋就將呢個有理函數啦，或者叫做化簡去通分母，變咗 x 加2同埋 x 減3啦。接住就係1乘以 x 減3，再減翻2乘以 x 加2。OK， 下一步就將佢 expand 翻去啦，分子變咗 x 減3減2 x 減4。咁下面咧就千祈唔好展開啦。咁所以化解完之後就會變咗做負 x 減7 over 翻 x 加2乘以 x 減3。你話唔同喎，因為我哋分子要抽埋個負號出嚟。接住你發現都冇一個答案一樣喎，原因係將呢一個嘅負號放埋入去呢個括號裡面，因此個括號就會正數同負數調轉啦，變咗做3減 x， 咁因此答案就會變咗做 D 啦。接住第六條，而家同你講 x 咧係等於 1.90， 然後 correct to 呢個3個 significance figures， 然後揾翻個 range of the value of x。好啦，咁最主要咧3個 significance， 咁我哋知道而家咧3個 significance 其實係 0.01， 咁我將呢個嘢乘翻1/2，揾翻個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出嚟，就等於 0.005 啦。咁所以將佢相加同相減，你就會發現答案咧係 D 啦。接住第7條係一條關於 identities 嘅題目。首先將左同右爆開佢，對翻位 compare 翻嗰個 coefficient 就得㗎啦。咁所以 x 2次加
括弧3減 mx 再減3m，咁我哋就所以得出負3m咧係等於負4，咁 m 咧答案咧就等於7啦。咁然後對翻個 constant term 就會 n 係等於翻負 m， 所以負 m 就等於負3乘以7，所以等於負21，所以答案係 A 嘅。好啦，你話有冇快啲嘅方法？有，因為我哋今次唔需要求 m， 所以我哋將左手面咧其實最簡單，就 x 代負3落去，就等於0啦。如果0咗嘅話，咁 right hand side 就會變咗做9，然後加12加 n， 咁你化簡完 n 都會等於負21嘅。咁呢一個係一個 MC 嘅技巧啦。接住第8條，同你講 x 等於1，y 等於負2，然後滿足到呢兩條公式，問你 A 比 B。咁其實呢條題目最主要考翻大家將嗰個 x 同埋 y 咧數值代入去嘅啫，然後 simultaneous 咗佢，變咗 A 減 2B 加2等於0，同埋 B 加 2A 減2等於0，然後利用你計數機嘅 program 去計翻對應嘅答案，用翻你嘅 simultaneous equation 嘅 program 啦，咁你就會計得到答案呢 A 嘅值同 B 嘅值。OK， 咁你計完之後，你就用翻計算機嘅方法去幫你揾翻其實兩者嘅比，就係0.4比翻1.2。OK， 除翻去，答案呢顯示係1/3，所以答案就係1比3，答案係 boy 啦。接住第9條 polynomial 呢條題目，咁同你講 px divided by 2x 減1。然後 remainder 就等於負4，咁所以我就會知道，如果代1/2落去的話，佢答案等於負4。另一個就係代負1/2嘅時候，因為 factor 所以等於0。咁滿足到呢兩個條件就完成到㗎啦。咁你會發現 2x 減1同 2x 加1乘埋就等於翻 4x 2次減1，因為 factorize 係一條 identity 嘅。咁所以最簡單嘅做法，你可以直接將嗰個 x 每一個 choice 個 x 代翻1/2先，然後睇下邊個答案等於負4。OK， 咁我哋試下攞 A 嘅答案，如果代落去的話，4乘1/2等於2加2係4，唔係負4，所以錯嘅。接住 B 咯，4乘1/2減2，咁你知2減2係0，所以都係錯嘅。就係 C 咯，負4乘1/2係等於負2加2係0。都唔啱。最後啦，負4乘以1/2減2，你會發現係負2減2，答案等於負4，所以答案係 D 嘅。咁呢一個就係 MC 嘅技巧啦。第10條同你講啦，一個馬拉松比賽嘅時候有40% 咧係超過25歲嘅。咁首先啦，佢而家同你講就係有70% 咧係女性，30% 係男性。咁我哋當而家係揾翻 percentage of 呢個 male，OK，咁所以啦，我哋當男性唔知，咁超過 over 咗先啦，先寫咗25以上係0.4，25以下係0.6，OK。好啦，下一樣嘢同我哋講咗70% 嘅 female 係超過25歲嘅。咁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又用另一個圖去諗咯喎。如果女性同男性講，女性係超過25% 的話，OK，sorry，25歲嘅話，咁佢個 percentage 就係0.7，而男 over 25歲嘅話係0.3。好啦，咁點樣計啊？好啦，我哋將兩個圖 mix 埋，
咁你就會發現其實女性又要超過25係呢行，而男性超過25係呢行。但係你話我唔知有幾多男性有幾多女性喎？冇錯，因為條題目就問呢樣嘢啊嘛。因此我設男性係 X 人，OK， 女性咧就係1減 X， 因為 X 係 percentage，OK，所以女性2係25歲以上就係1減 X 乘以0.7，再加翻 X 再乘翻0.3的話，就會等於翻 total 所有嘅比賽人士咧係超過25歲噶啦。咁所以就 set 咗一條咁嘅方程，最後就會變咗做0.7減0.7x 加0.3x 等於0.4，咁化簡就變咗做0.4x， 然後就0.3x， 答案咧就係0.75啦。咁所以答案咧，答案係 D 啦。